来关心电动车是未来趋势。全世界即马上大电动车嘅大厂已经唔是特斯拉，因为去年第四季中国嘅电动车公司比亚迪，伊销售量已经是占全世界第一，赢过特斯拉。也毋过，所以即马比亚迪当地拍开海外市场。也毋过，即马伫电动车上侪占8成嘅挪威，也是特斯拉卖了上好。 电动车市场竞争激烈，特斯拉最近降低争取市占率。有关是属继续属的中国电动车，比亚迪去年第四季就以52.6万台纯电动车的销售好成绩，将特斯拉的48.4万台比落去，成做全球上大的电动车制造商。虽然比亚迪电动车的市场主要伫中国，但过即间以制造充电电池起家，20年前才开始发展电动车的公司真有野心，当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It's planning to build a new factory in Hungary to make cars locally in the region. And it's got plans to sort of become the aim of becoming the biggest kind of electric car manufacturer in Europe by 2030, which sounds like quite a crazy ambition. But actually, when you see the kind of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y're growing, it does feel feasible. 不过，以2023年规年业绩比较，比亚迪拢总卖出158万台电动车，优完落后特斯拉181万台。不过，业界优完看好比亚迪电动车有对立整合、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虽然安尼，特斯拉伫电动车普及率全球第一的北欧国家挪威，去年优完是销售冠军。 挪威计划伫2025年，成做全球第一个无购卖燃油车的国家。去年卖出的新车中，电动车已经占8成2。We are very positive when it comes to 2024 because there has been quite a few changes in the policies, and we expect and hope that we will pass a market share of 95%, which is a big jump. 目前挪威确实是因为电动车愈来愈普及，所以空气甲噪音污染得到改善。不过部分电动车主怨叹，车路的充电设施犹原较不足，这也是其他国家推广电动车所拄到的共同困境。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